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日1日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呢，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美容路巷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发展。今天呢是拜一咯，又是一个一早礼拜清晨的一个上班日咯，大家呢会较有精神的位。给民众呢都做点呢，伫美容路巷呢等客家新新闻来关心的疫情的情形发展。给有限的时间呢，每周的来看客家电视台嘅地度呢有同精彩、同旅行的节目哦。给入边呢一开始呢，含系我对一个时态报纸的一个新闻报道呢来关心一个疫情的情形的发展哦。唔过呢，近边呢对一个时态报纸当过来看哦，读者的看到呢，睇下呢新关系呢，含你讲筹备的时间呢，台北发生了一件同电影一个错火烧意外，也就系伫台北市的前区 KTV， 伫筹备的时间呢就发生了错火烧意外，造成呢有53人死亡，还有93人同伤当意外哦。这个观众呢，伫公司呢有同多民众呢都企伫一个从的门外背等一个消防队员来救哦，一个画面看起来真係非常的震惊。也呢，一个错火烧的事故的原因，还伫继续调查当中，都在蔓延外来附近哦。也呢，一个相关单位还伫继续追查当中，咪希望呢，帮大家一个交代。不过呢，喺有关一个武汉肺炎的情形的方面，伫筹备的时间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等系宣布讲，筹备呢台湾希望新增加嘅确诊案例，故说呢，假使口体盘沙感一个群起感染的事件来看，台湾呢已经连等14日无本土新增加嘅一个个案哦。韩国呢，就系认真讲，已经当久呢，就已经冇你哋新增嘅個案，故所你指揮中心未上外一下呢，未完善為來並用相關嘅防疫規定咯。其中從啲籌備記者會嘅時間呢，陳時中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講呀呢看起來呢，關於疫情看起來呢有卡跌咧，已經當久冇新增嘅本土個案，故所呢一下政府咪已經開始考慮呢，為來並用相關嘅措施，唔過呢，輕鬆咗呢限係為考慮到就係講，為用嘅來顧好一下台灣嘅規個防疫嘅效果，就係講台灣一下整件防疫係做到當好，故種呢為用嘅留一個規疫情來嘅顧好來，含係一個指揮中心為前線來考慮，三來呢講加之一個防疫嘅規定為用嘅來並用，嘅嘢呢大家呢都見嘅討論咯，就用人認為講係咪一個酒吧相關嘅規定為並用嘅，韓國有用人認為講係大家做唔嚟出去啊相關嘅一個燃料管制係咪做嚟並用？也呢雖然講都忙結天，唔過呢一部分指揮中心含係會來討論咯，嘅有關籌備嘅新增嘅疫情嘅部分，關於新型疫情嘅部分，也呢就來看嘅新聞報道。今天沒有增加任何的病例。26冇確診病例嘅消息，對都冇咁隨便出圈子感染過後嘅建中氣氛，就下跌掉嘅。指揮中心嘅聲言，就是年18跳一擺有捐感病例出現，到今次呢，算係過嚟跳一禮拜嘅風險期。可以說，我們第一波最緊張的時候，可以說已經過去了，初步比較放心了哈。那到14天，我們就比較能夠鬆一口氣。天定就係5月連假，指揮中心咪在個空調，個台公共景點，還係會有燃料管制，會注意下高氣力。現在在合作一個系統，那等下周完成建構之後，就可以讓民眾清楚的知道你現在要去的這個景點，現在人流到底有多少。另外，分別的中案人台台到疾管署昆榮實驗室採驗嘅都冇感隨新染感染報告，都已經出來咧。指揮中心的26記者會過後，就跳一擺報告盤圖會議。那可能在2個實驗室被驗有，那另外一個沒有，那另外一個就是說3個實驗室都驗有。好，所以有這樣的情況，所以需要去判讀嘛。指揮中心講，300人三個感染報告都複雜，喺我時間裏分析。不過呢3隻實驗室論驗出來係陰性嘅比例下降。3隻實驗室目前嘅採樣方式，到綜合分析結果，唔但想做啲管理機會來評估感染方法嘅品質，未會係下一步政策嘅參考。客家新聞網楊順蘇飛先特別報道。
今日啲新闻都好呢，就讲到其实先前呢，指挥中心为了追查一条盘沙咁嘅感染源头，故所呢就老手有一条阿兵哥落去前去做一个事情嘅检验。唔过呢，也下一条手有检体送到3间相关嘅机构去做检验过后，一下呢就发现一条检验结果无强阳性性，有人系阴性呢，有人又系阳性呢。喺针对安阳问题呢，其实一下呢，指挥中心就表示讲呢，认真讲一个平头算系动性嘅伊个切片哦，故说呢，可能人家下呢所有嘅医疗机构对其呢了解无安全，故说呢，再来呢也条所有嘅官兵加检体结果算来很用嘅，可能呢海外等一个专家来进行嘅综合一个判断，将会提供。今年結果係乜嘅？也係有關盤沙咁嘅感染情形。佢一下呢，一個盤沙間其實所必嘅時間呢，沒有冇新增加嘅案例。佢對一開始表示疫情都會緊閉嘅時間，幾件來都會提8年嘅。佢錯比冇新增加疫情，故所呢，基礎指揮官陳時中記住講到，一下呢看起來呢。冇發生先前大家先講講一個疫情呢會表出動到安尼情形，故所呢每本大家呢有卡風險嘅，唔過接下來呢還係會繼續針對一條盤沙咁嘅官員來進行觀察咯。接下來呢，再個繼續來看到一個蘋果日報當局呢又同大家來講到，最講呢台灣出嘅呢已經有14年。無新增加本土感染個案，呢錯別時間呢係過嘅9年過後，台灣再個出現無確診嘅安陽嘅情形。韓國有一下前重要呢，就係講一個盤沙咁當個一個疫情，看起來呢暫時無擴散嘅情形咯，真根本大家係有卡風險。唔過呢，其實也個疫情啊，對於發生疫情都見呢都天公嘅時間，雖然呢就已經有100年安久嘅，一個疫情係呢對於台灣嘅生活有造成動到嘅影響哦，所以真係看到呢，一下民眾呢假使呢外出去發通啊，像係一個啲總政只有共同嘅片，有當到民眾愛跳舞嘅時間呢，都係帶點最美。韓國呢，從一個傳統嘅片啊，嘅大家呢愛食飯啊，愛去宣誓嘅時間，另外保持社交距離。韓國有一下出現當到素材呢，都係量體溫。韓國有從傳統鴉片嘅大家使動嘅時間，另外使一個夾。辦內我實一啲病嘅家啲同行，其實呢啲疫情啊，政府嘅防疫措施係對台灣嘅民眾嘅生活都造成動到影響。佢下呢就動到民眾想愛滿講，亦都帶一條限制愛做到乜嘅時間哦。佢指揮官陳時中記住講到，其實呢都係天公嘅時間呢，一個台灣嘅防疫就已經正式來到100年。陳時中記住講到嘅，也呢其實大家呢都同緊張，加條當年都同緊張，為到防疫，大家呢都同認真哦。加條呢對公年前都也下呢都忙是有了意義呢，都唔敢開太。前主要呢就希望講，有了政府嘅防疫做到今後。到底下來呢，為一條相關嘅管制措施，內容是將會變樣，其實大家都唔敢講。唔過呢，也大家討論前度呢，就係講下禮拜5就係5一勞動節咧。今年呢，一個5一勞動節，一年總共呢會來了3年。今年呢5一勞動節呢個連續假期總共會有了3年。其大家呢都同樣講。國女咁有可能會發生從係長命連續假期嘅時節，嘅國女有動到景點就發生人佔人嘅情形，就強怕呢都是借一個5一勞動節嘅5一連續假期會變做國女一個防疫防唔到素材。故所呢，一下政府沒有特別針對5一連續假期來提出相關嘅一個防疫措施，來看呢新聞報道。基隆夜市賣麵嘅擔頭，大早時開始做生意。用嘅民眾各種透明嘅塑膠板，清涼平面後來水切平土。為咗防疫，基隆夜市近前先帶頭來做，實施人潮總量管制，先到2000人。不過擔頭是偷攤，疫情衝擊國家人流管制，生意差唔多小賠6成。我們廟口，它的那個小巷子非常多，所以說我們現在只是設在這裡，還有那邊。那有2個人在那邊按那個計數器。已經掉了6成的生意了，你再管制人也沒有那麼多讓你管制啊。一門景點加強防疫，擔頭有苦講唔得，但是新一處前面連續2年，全台其他位嘅景點人氣人，中央係動員性來應對。接下來5日連續2年，交通部配合指揮中心，針對全台275間旅遊嘅熱點提出驚喜嘅電號，民眾手機下載1968 App， 實時看到各地區即時嘅人流。搶電係正常，感謝嘅電號係人潮較多，逢電係人氣人。
不過頭尾少 App 推行了後，生意會見來見唔好。會影響到什麼？就是說，本來這個疫情就影響到生意啦，對啊。然後現在解釋下去就是也是會影響啊，大家會有點害怕嘛。但是指揮中心還是希望民眾透過手機先了解景點嘅情形，並經營頭25、26那個禮拜2日系統人流管控機制。今天上午呢，玉山塔塔加，還有陽明山的龍鳳谷跟竹子湖，還有壽山的雅座休息區，這4個地方都有啟動人流管制的措施，就已經達到這個警戒的階段，那就開始啟動這些管制的措施。所以包括景點或是夜市市場跟商圈等等，未來我們都會提供相關的資訊。台北市安山24期時，為到台北旅遊名，展示上線國泰景點監視器嘅實時影像，本民眾來了解，何做到系統分流。記者網易線郭俊玲記錄報道。今年為了防疫啦，其實有眾多民眾已經當久都冇出去了誒，可能呢新冠條度呢都會知道講有得物質咯。喺5一連續假期，可能會有眾多民眾想利用時間出去溜看看啦。唔過呢，我用誒出去溜條時間，你防疫限做嚟做到較好咯。嘅指揮中心嘛就建議講，一個5一連續假期，假使呢我出去一個天初愛帶最咩，韓國呢啲出去人家多數菜呢都唔好太鹹咩，我記得來量一個溫度哦。嘅指揮官陳時中佢還要同大家來做建議，其中有講，從喺適當時嘅時間呢，就係來保持完全嘅社交距離。韓國呢冇同一條熟悉嘅人，一條講話講太久，然之後唔知佢要同呢條人來接觸，佢咁有可能係確診者。嗰種一部分係大家出去留掉時間，還要特別注意。因為指揮中心沒有講到嘅，佢針對亞拜5一連續假期，嘅政府呢沒有按上去推出一個 app， 清楚有呢一個 app， 為同大家來做提倡講。呢條素菜人較多，韓國呢從一條停車場假使人較多素菜，你會來進行管制。一個 app 當局呢就會看到一個所有景點一個人潮嘅數量，韓國有同大家來做提倡。假使呢人較多，菜較多，就會建議你莫過去嘅。韓國呢從先前啊一個長命連續假期嘅時節，結果呢有眾多景點都係政府特別注意講，一個人眾多可能會造成防疫問題嘅素菜。一般呢5一連續假期呢沒有關於有11個景點係政府同大家特別來做提倡哦，從一個釜山條水庫啊，韓國有從虎頭鼻嘅風景區。然後呢，韓國有從管制量，韓國有從花蓮動態門雅斯一路素菜呢，都係政府呢提倡大家特別注意，特別講什麼？韓國呢從先前呢一個肯定大節，喺亞拜呢政府提倡可能人較多素菜，故所呢針對亞條人較多素菜呢，亞下呢一條相關的亞雜沒有提出亞條的管制措施哦，從啲亞咧花蓮呢動態門嘅片，可能呢就特別來進行一個人呢總數來進行管制，韓國呢從肯定大節係要求講人外來進行分流鴉片，佢從花蓮動態門呢加條嘅片主要講嘅，佢加條規定講一個貴嘅雅斯人千多，當作咧本5300人一批，假使呢超過5300人，加條就會限制本人一批嘅。韓國呢啲一批素菜呢，咪會來用細嘅咧防外線呢監測儀來同大家來量體溫，韓國要從大家去昂雅斯之間，咪要求大家天出愛帶最咪為保持社交距離，希望呢來自家做好防疫。韓國要按照你看到亞種土方呢，就係啲白宮嘅朝田共鴉片呢，朝田共呢咪係來同大家講，希望呢大家呢為盡量呢對有片一批照片出去，就係為保持咧單一出口。韓國呢就你看到呢一個連同機佢咪為量體溫，咪為來確保佢身體係冇問題嘅係空間呢，亦係針對連續假期大家出去留了時間，政府提倡大家呢為做好嘅防疫措施。然後呢啲看睇關於嘅防疫部分，接下來呢再過來關心全世界嘅疫情情形。而呢就各國嘅統計呢，就係講全世界確診人數已經來到嘅漸漸嘅有330萬多，係講呢死亡嘅人數已經超過嘅20萬例。唔過呢從安陽數目師其實呢就有國際嘅專家就提出質疑，建議嚟講從喺一下國際疫情嚴重有眾多人其實呢係冇去做體檢嘅，嗰種呢嘢咧實際嘅
感染的确诊人数呢，可能会超过332万多。不过呢，今明认为讲，可能呢一下呢有同多确诊的人数，可能同多确诊的患者加到自家系唔低嘅。故所呢，假使冇生一批，就会造成一个死亡人数死亡率会较高，也系。因为这里看到呢，那个全世界死亡率最高呢，就係啲比利时鸦片呢，佢比利时嘅死亡率係來到嘅15%卡高，每本同多民眾都懂少。一個比利时呢，前主要死亡率呢會按高，就係先前講一個用老煙啊，一個送做員工嘅運用煙鴉片，有同多老人家就表出嚟群體感染嘅事件咯。故所呢，假條嘅片就會造成一個死亡率較高。係講呢，上一下呢，一個疫情清理開所在呢。先主要係喺啲美國、西班牙、韓國有意大利一個所在嘅死亡人數呢，差唔多卡喺咧全世界100萬多。唔過呢，一下看起來呢，也承認一個全世界疫情已經有漸漸嘅有卡緩嘅情形。再來呢，到底一個疫情，全世界疫情到底哪樣時將會結束？其實呢，大家全世界都係同上忙、同大兵我來做好防疫咯。嘅以上呢，就同大家來整理緊比事態報紙嘅情形重點，嘅有關關於情形嘅疫情發展，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下晝2點嘅客家新新聞。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